台南桃园水里乡青南片嘅松安村係一個典型嘅農村，居民有一半係黑人，其中董事客陸江美3%。松安嘅產業對一開始嘅甘蔗、香蕉也都裡面變做以農業為主。舊年大地同投資風采嘅時節，松安村樹叢嚴重，在後村民過出間嘅重建，未改變經營方向，對傳統農業轉做休閒觀光，同遊客帶入來。每一個故事係兩隻帶，故作伊能成立嘅代代休閒農業區。美國伊能自家係啲蔬菜係代沙區，遊客去到松安，還是得用梅樹光來做代演別。按貼片嘅名，本人談到嘅如果搜一下，美家村內對松安嘅印象。梅花里面也有稍微粉紅色的花，是正確的哈，因為品種不同的關係，長出來的梅子不一樣，有的果核比較大，有的果核比較小，果肉比較多，有的比較尖，有的比較圓。是哦。縹緲夢然圖，梅花開到腦腦，夢然掉進度看法很難講。行啲梅樹下，微風吹來，聞到一群嘅梅花香。那當然靜啊！我啲修行哈，這是安尼來哈。以前我家沒有其他的作物，你講看見檳榔樹啊啥，沒有，只有單一個作物就是梅子。所以以前呢如果這個時候你們來到這邊所看到的山頭都是白色的。也都係60兩年嘅梅樹地，陸俊祥從細到兩梅山都睇嘅，對梅是係當清楚。好，咱今晚看到這個園子裡面呢，它大概就有8個品種。好，當然啦哈。南投水里鄉上安村，見面就是辦係行業，大體係日本書推過來嘅，其中東西客出佔嚟睇咗是古衫，其他係先做苗栗解答嘅來嘅。都是講因呢，攏佔咗下鄉地嘅，按看到呢啲位土地啊，當配當好啊，按所以上借到啲做耕種啊嚟。日本水台日本人喺兩塊農場種甘蔗為主，包梅貴種香蕉賣去日本。兩年台係講緊最好嘅時節，到嚟2年台天天嘅沒落，運種梅樹。喺20年後，呢土地當配，按所以種香蕉當醬。個香蕉嘛個點，按點起嚟按就冇好收，所以啊，按慢慢就改種了喏梅，按家漸啊梅就見下多人種，按種了梅因為靠日本人食。所以啲上岸慢奶都看得到梅樹，是係大啲啲30團人咧，想到發生嘅創9年之大體統，大半路轉上幾條動態嘅水勢。921以前因為為嚟講落太熱啊，風太唔管幾太因為3個月水做下係淺咧，結果都係921踢隔年嚟投資風太，瞬間一樣強太啦，差唔多600-700公里是太水是變落來。上到家兩時嘅情形還係驚嚇嚇嘅，本單欠嘅個界石好吧，變咗嚟泰山啦。陸俊祥嘅梅山咪打起嚟3個月。上講乾脆是現人嘅帶電落去冇買個大片啦，唔過每樣上嘅我爸爸討啲山鄉付出嘅心血啦因為上去因為唔甘啦，所以佢嘅天會留落嚟，就留落嚟啊！其實攏樣板啊，這一類香菇又大又肉肉，會採用山腳下嘅上岸，因為熱溫差大，香菇品質好，產量未高。
玉山以目前的温度都是零下的，那晚上的风是从玉山的带下来，就制造成这种自然的一个温差。那这种温差呢，对我们这个菇类是最好的。就会看到咧眼浸到嘅天氣條件，而攬住嘅天地上岸做香菇。不過想唔到投資風采老家農場規則大體，屠殺了唔單強，而睇魯順天福墩6米安高，睇魯下嘅2條菇料未做下一睇。當時的土石流下來，在瞬間呢，把我們這個幾乎這麼大的一個農場呢，幾乎用土石把它掩蓋掉。那當時我是本來想放棄掉。而且逼盡見住嚟改良時嘅情形，面對險風類嘅大災難，地攬住上嚟行一個後，將嘅天重建。對最蛋糕嘅熱氣菇料快水位，老太殺菇變做殺煲，老奶殺對地本蛋嘅變工，吞出一搭鐵變做天叉蟲。改版一個後，鐵珠包香菇重新生產出來，村民都很記起上岸吊死。後來才做跟飯店、跟民宿做一個結合，這樣子啊，沒想到說，有了這個停車方便停車嘛，把客人帶進來要比較方便。所以地攬住開始轉型，同銀行參觀農場，了解菇類生長嘅過程。我們用這個方式去推廣一些這個來源跟客源的。目前的話，幾乎我們的香菇就不用再做這個用這個盤商來做行銷了。你講起嘅菇染完全自家生產、自家賣，還賣到唔難賣。老災難帶來嘅奶沙變做幫妹轉型嘅機會。上岸人從頭講嘅自己會出係，危機出係轉機。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吼。我開始即馬沖茶18分鐘以後，恁才會使啉茶。哦，安尼有生意無啦？九月節落土之後後，政府3萬轉現在去產業，上岸咪順勢成立休閒農業區，結合冇強農產業，規劃土種行場，歡迎客參加。我的計劃是呢，就是協助做社區的產業重建。因為大沙區呢，作物非常的多元哈，因為像梅、茶、葡萄，還有呢3大產業。呀，3大產業一個呢散期哈，差不多就會含囊括幾年呢。無法教的地吼，分做茶青葉綠地，就是講迄地青無，慢起來咱叫地油，咱叫地青。剛開始的話哈，我們是以茶葉為主嘛，這種體驗的話是比較單調，因為是單項嘛，還是希望結合社區的其他產業。你什麼地你也會記哩哈，好來，好，無共種的地，伊呈現的香氣會不一樣哈。以前都不知道怎麼在喝茶了，不過經過他的介紹以後，對什麼茶葉啊，或者什麼前發酵、半發酵，還有沒有發酵的哦，就比較認識得更清楚。這個一句形容講讚安尼啊，因為這個邊個有溪啊，還有山，啊個風景個水，啊有食，啊種天然的物件最好的。到外面吼，讓心境吼比較寬闊一點啊，在都市的生活吼，能夠在這邊啊帶個家人啊散散步、走一走，看山、看水、看綠哈，對心境比較好。是係跳下馬為其他農民咪強壯類隊傳統工作轉向休閒觀光，人家咪唔到感時做為上。因為陳先生在講的，不好意思不跟他配合，但是他們也不看好，然後開始辦了幾期次的時候，大家都有信心，因為人的營造很重要，人的靈氣很重要，還有我們整個社區的發展分工得很明確，大家都有分享的心。因為要開發咧吼，要得摸一個技吼，調色咧啊，又係講吼，枯枝啊，最好係整體技。小姐妹話係當年古田愛做嘅，透過營養轉去做盤暖水，一下仲唔錯咧，做特地樹下。魯俊祥想講，佢將小從哪裏做選紀念品。每話洗澡過後，地東岸狀況容易變心，就變咗嚟花紋都冇強壯，會之界每話染筆，係按名嘅做大筆，想唔到而學懂格字。20代年向下吼，佢唔係大啦，
哦，伫迄门的故事啊，中国词典里面哈，它还有介绍到这个带，它是美的古字，它里面的介绍哈讲反现为美啦。所以，佢哋未講自家大地代沙起，代休閒農業起，唔但像糖豆被取到東學校，還能加深呢外天然對沙起嘅印象。在興過後，銀行落來咧，陸轉香港業績轉為安樣，加嚟日本客家。因為呀，以前吼也是啱啱的種啊，吼啱啱的投資啊，是等人來買啊，來買的價是無一天好啊，唔過你也無窮樣啊。有人要去買。当然，目前整个改善整个地区农民的收入，当然平均起来有增加了哈，但是离理想还有一段距离啦。最主要是能够鼓励第二代回来，第二代回来的话，愿意回来表示这个行业一定成功。對單純種植都愛出家面對影響，農民偷下咪唔啲運用嘅做，所以長先生嚟上課，學運用嘅做觀光產業，用嘅鞏固本營學堂。比方我的從茶園開始到成品，消費者能夠他能夠全程的參與，好比有機的認證，或是比其他的認證都還有效，但是這個會走起來會很慢，也會很累。因為你沒有辦法很大量的提供給消費者去參與。每一個人的業者都是小而美啊，一個業者他沒有辦法很大的業績啊，但是呢，組合起來啊，比如講，組合成一日遊，對社區幫助就很大。土地生發啊，當然來投入人自家嘅社區，吼，投入人自家嘅社區，人自家好，因為無效了。愛本來社區做啊好起來，安尼這樣就好。中創225公尺嘅石橋，係以後去到上岸停車位嘅景點。不過佢唔單淨係觀光景點，先橋下嘅三浦航海、投資嘅世界、土上流動力會，好把變法加十倍。打造了23棟戶嘅67個居民，兩岸總頭就辦張嘢聯絡唔到，在後村民老全部宣搶走線橋，希望在南發生嘅世界做得發揮救命功用。當地方發生災害的時候，要救援是當地的居民互相救援是最快、最迅速、最有效的。因為三不吭氣的關係，就沒有辦法達到這個目的。平常最主要是觀光的祭點，蠻多遊客為了走這橋來上岸消費。希望說希望說是天然災害發生的時候，能夠當作我們南北兩岸的互相救援的主要通道。喺住兩條土木廠鋪頭，未係沙起動清楚嘅日數，因為上岸又是辦行業，路勘探就將菜腳酒兩條都會用到暗港。9月這個時節，上岸全體92戶，辦到65戶，暗港咪大爛搶搶。上岸人從老兩條硬實個兄弟鋪頭順，唔但搶係經驗，咪代表幾條重生嘅開始。大家把你家的甕、我家的甕都搬出來，不一定要用藝術的形式，他只要他高興的方式就可以把它鑲嵌上去。到現在已經10幾年了，你家的甕、我家的甕還在，這些都是撫平傷痛一個最好的方式。在後重新轉型發展，代沙起喺第99年得到內政部做讓沙起提名，日本年得到水保區農村再生獎。其實我們的主題叫做自主防災。那從這個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來，其實這不是一件好事，也就是因為我們旁邊就是陳有蘭溪，我們會遇到很多的災難，所以我們的居民大家自組了自救隊，然後我們也定期的訓練。沙起人潮更熱風災教育，但係代沙起嘅居民其實唔係幾條自家講嘅小我，幾條浪危機變轉機。就算受到大地土、風災日擺嘅打擊，佢哋還係向人講，若受打擊，若勇敢，什麼企起來，展現擔硬堅毅嘅生命力，就像係樹基紅嘅梅花肉，人浪花開到熱鬧。